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看梦地。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也就是三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绘本内底画面，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花莲的心怡，也佮有伊的囡仔阿和甲阿平。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甲囡仔讲母语，甲爸母话传落去。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大家好，我是心怡。我是阿和。阿和，今日咱要来讨论的这页图，你看到什么物件？上次阿伯在看怎么冰皮好吃妹妹，你也知迄是猪血，因为我有吃过，就好吃的。因为你上爱食猪血对吧？对啊，你感觉猪血内底除了有较猪血，还有啥物配料？有肠啊嘛，对，咱就是韭菜啦，不是肠，就是韭菜甲肠啊，生得就行的吼。对啊是草啊色的，还有啥物？还有人啥物？还嗯，有人吧，迄个油葱酥。我爱食油肠。我嘛嘿啊，但是迄个人较芳呢，像咱咧卤肉色嘛是拢会人嘿哦。你有看到啥物物件？囡仔要偷食的小狗啊，你只狗要偷食，你感觉伊嘛想要食猪血是吧？啥那阿伯爱炸一条囡仔出来，带囡仔出来，伊咧做油汤诶，定可能切手啊，还是讲哇切看切蛋啊。汤若喷着蛋，可能嘛会切，安尼较清气上，人可以看着会较爱买对无？对啊，你若看着蛋流答答，你敢会想要家己买？无爱。无爱吼。安尼你还有看着啥物物件？即台车你感觉伊是啥物做诶啊？灰啊，车啊呢？迄台车啊，茶做诶吼，茶做诶。刹车，手刹诶车。较早妈妈细汉诶时阵，阮遐嘛有一个阿婆。伊拢会刹车出来卖碗粿，还佫有刹车。巴布。哦，卖巴布的是啥物件？是冰淇淋。巴布。即摆较少听着啊，阮细汉时阵嘛有听着卖巴布的车，就听着迄个喇叭巴布，阮就知影讲啊卖冰，甲妈妈讨钱去外口买冰，像伊。啊，你感觉伊敢有甲妈妈讨钱来买猪血汤？甲是阿嬷互伊钱。阿嬷互伊钱哦，那你是甲阿嬷讨钱去买猪血汤是无？对啊。安尼，你感觉是安怎会有点心淡？知要互人食到饱。互人食到饱，因为咱是毋是拢有食正顿、早顿、中昼顿、甲暗顿，对无？对。点心就是互人是即个。正顿中间若是腹肚枵的时阵啊，食一个止枵的，叫做点心。你上喜食啥物点心？冰哦，白冰的巴布啊，佮有啥物诶？巴布拄则咱讲过啊，佮有啥物点心搭？你介意诶？我介意食粉圆豆花。佮有可丽饼。哦，粉圆。你介意啥？你介意食啥？哇，我上介意较早咱伫布袋诶时阵，我细汉嘛有一担豆花已经卖30担咯，拄我细汉卖到即摆还咧卖。啊，佮有一个卖肉粿、蚵粿，啊，佮有啥物咧？你伫布袋敢有食着啥物好食诶？敢会记得？阿嬷煮的，阿嬷煮的无算啦，咱咧讲外口担咧卖。哦。如果会出来花，咱伫花莲有一担最有名的鸟鼠仔白骨。
想好笑。那些贝果头家拢会挂一个小龟仔壳，因咯那凉凉啊，咱就知影啊，这是鸟鼠啊贝果来卖咯，伊会徛伫在脚踏车伫落。安尼贝果是鸟鼠啊，贝果是鸟鼠做的。贝果鸟鼠是伊的名啦，贝果是人做的啦。啊，你感觉食点心，敢有互你感觉幸福的滋味？有诶。有吼，是安怎？因为我就介意食点心诶。因为你拢无爱食正饭，想要食点心是无？对。安尼你感觉即个查某囡仔食一碗猪血汤有啥物款的心情无？就是喙烂直直流。喙烂直直流落来哦！你看伊的眼讲着猪血，我喙烂直直流。是你想要食，还是迄个查某囡仔想要食？是我想要食。要迄查某囡仔共款，想要食猪血汤吼。哇！你看即张图，反正这是啥物啊？你感觉这是啥物？就是混的吼。对啊。感觉这是猪血汤是烧的还是冷的？是烧的。烧的，所以你感觉迄是啥物？清烟。清烟哦，你爱食，我只甲即个鼎盖掀开对无？迄个清烟，看起来就烧了，就好食的对无？讲着看起来就好食，我就想要食。你就想要食啊？好啊，咱这来买。安尼你才练习食葱啊，毋是葱啊，佮讲毋对，食韭菜煮，佮有油葱酥，佮有咸菜。咸菜我上爱。咸菜你上爱，安尼人较济咧哦。咸菜我是介意一点仔。啊，你敢会分迄只狗仔食？分边仔只狗仔食一点。个狗仔毋是，就是猫咪迄种诶，毋是拢甲咱无共款，袂当食一寡伤咸诶。哦对啊，但是伊诶猪血若是袂伤咸，互伊食一点嘛无要紧啊。一点啦。食一点就好是无？好，安尼咱今仔日诶分享就到这，多谢大家，再会。再会。台语好报寿，咱着加减扣，扣若会招着，较好扣选择。台语好报寿。相信不少人对囡仔时代画卖点心蛋都有足深的印象。这部说来去，咱邀请家己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庭春老师来甲咱分享伊囡仔时代上怀念的点心蛋，也佮有猪血汤这项点心的特色。叫卖咱讲做画卖啦。我记得时代黄昏的时，同爱听到迄落，出来咧画卖暗顿的遐配料遐，迄阵啊有一个福州伯啊，当塞一袋迄个蛋，内底有汤，佮冬粉，福州丸啊，足好食。我一摆好欠足久才买一碗。毋知2角啊5角去一啦我胡椒就甲三足济啊伊就讲胡椒掺真济啦，剩上了咯。我记得人甲请做啥讲你可怜咯，胡椒掺真济厝烧了了。后来才知讲是胡椒掺伤济，喙烧了了。猪血汤，我一摆去沙鹿叫一碗，我知影沙鹿的腔口，我听人讲猪血汤，一听无，因讲猪血汤，也听无啊。我对猪血汤毋知啊，无猪血汤，伊就知啊。所以甲猪甲血血猪，这斗起来有6种的讲法。当然咸水嘛真出名猪血汤，咱家己嘛真济担咧卖猪血汤，嘛卖歹食这个猪血汤其实伊就是较重味，一定爱咸菜、韭菜、葱仔酥佮大骨汤咧控才会好食。当然迄个血
智慧迄个爱求，若无青就烧烧。智慧灯的滋味，确实真使人笑脸。讲到滋味，空中好朋友敢知影华语味道这两字，台语要安怎讲才正确？幸福味道，伊甲迄个味道甲幸福甲做伙。咱要讲勉强嘛会使讲幸福的味素。味道咱是讲味素，味素大家毋好解做味精。味素本来意思毋是咱咧掺的味素，迄味素是后来迄个阿本甲迄个才讲做味素。咱若早期咱大陆来讲，味素就是味道，无味无素。你讲较紧了解。这个米啊做到无味无素，就是没有味道。所以这个味素，可见这无味无素，这味素就是味道的意思。所以味素啦、滋味啦，过来咱大陆还有一个气味啦、滋味啦、味素啦，华语味道，咱讲做三种。加少无滋味，加话毋值钱；食少有滋味，食济无趣味。所以这滋味后来，我感觉去互迄个华语扭过，滋味比味素讲较济。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烟闪闪，五树山孤红的hen，金石脚月娘春遐顶。